好，咱要先来关心的是，这粒小犬风台伊伫登陆恒春了后，过去这3点钟来，这强度有变较弱。目前伊是伫鹅銮鼻西边的近海，继续向西北偏西的方向来架过去。花莲台东地区甲台中以南偏湖这所在，即马拢是透风落雨的天气。上新的情形，咱来看气象数伫头拄啊2点40分的水面。 西北太平洋上第14号台风中度台风小犬，它的强度在过去稍微减弱一些。随着它的离开，我们解除了宜兰和新竹苗栗的陆上台风警报。 在下午2点的时候，台风中心已经来到鹅銮鼻的西方大概90公里的海面上。虽然它强度稍微减弱，但是它整个暴风圈7级风暴风半径还是维持在250公里左右。我们预估它在未来在持续向西移动的过程中，强度还会再继续减弱。我们预估在台风中心经过的海面依旧会有6米以上的浪高，其他各海面也有4到5米的浪高。兰屿、绿岛以及恒春已经有出现14级以上强阵风。随着台风移动，气象 署持续发布陆上的强风特报，提醒大家，今天在基隆北海岸、桃园以南地区、恒春半岛、东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，还是会有9到11级的强阵风。至于澎湖，则会有12级的强阵风。另外，在西部沿海内陆地区和其他沿海地区，也会有比较强的阵风。北部、东北部的降雨，我们预估在明天白天逐渐缓和。 东南部和南部的降雨，则在明天晚上，甚至南部地区要到后天清晨才逐渐的缓和。至于双十节天气形态，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北部东半部地区断断续续云多，有些短暂下雨的几率；其他地区可以看到阳光。中雨后，在南部地区、中部山区会有午后阵雨。